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8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早暗6点外，一个15岁囡仔偷驶因阿公的车出去，伫咧台北内湖东湖路弄死3人，各2个人受伤。总统大清队甲国防部长顾立雄早起去到桃园的海防机动部队，勉励海军发加菜金。台积电昨发说会，当市长为铁甲挂保证，先进封装的市面好，尚无未来5年拢无问题，这股价搁在创新高。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早暗6点外，伫咧台北内湖的东湖路，一个15岁囡仔也未使考驾照，就偷驶因阿公的车出去，结果规路是弄来弄去，最后是失去控制，冲入去一间卖臭豆腐的店内底，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半时尾暗6点外，车真济台北市东湖路顶悬，一台修路车弄对向的小客车，去高速弄对向的机车技术了后，直接冲入路口的小食店。阮只咧开讲啊，看一台车足向的，驶足紧的啦。为插头也冲落去啊。驾驶的情形是，就是类似有点吓到，对，就是他眼神呆滞吧。冲路现场一片绿苍苍，3人迄时阵就失去喘气心跳，分别是店内人客53年厝的姓陈的查甫人，甲62年厝姓高的查某人。52年厝的机车技师是也面弄着，3人送医了后，医院救无转来，还有店内2个工作人员遭到烫伤。15岁驾驶姓詹的少年都住伫附近，目前读高中的餐饮科。伊趁共大阿公出国旅游，偷开阿公的修路车，经过肇事地点，疑似无减速，车身左右偏移，侧一台车了后，直接转发弄入去小食店。警方伫少年皮包内底找到电子烟，初步检测姓詹的少年无驾到赛车或者是酒后赛车。我们在车上有找到烟弹的部分是一般的电子烟的烟弹，那经过我们初步的检验结果是阴性。警方通知少年的爸爸到派出所协助调查，因为暗时停止侦讯，今日早起问讯了后，才会送到警察队，搁送树林少年法庭。未成年无照驾驶部分构成刑法过失致死罪，最重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律师表示，未成年人的父母若属实无感到未成年赛车行为，依照民法相关的规定，也需要共同负担连带赔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15岁囡仔趁因阿公出国偷驶车弄死人，新北教育是表示，校讲这个囡仔上课表现拢真正常，未来嘛针对学生无牌赛车的行为加强辅导。也民间团体是呼吁讲，针对无牌赛车应该修法加重处分。少年无照赛车造成重大伤亡，顶回案发地点伫东湖市场透早人意外真多，暗过路口点头一回有封锁线。这重大车祸造成3人死亡，店内也有2个员工受伤。昨天就赶快去就去在讲锵锵的啊，拍惊着啊，另外那个还在赶紧整理啊。肇事姓詹的少年今年15岁，趁阿公出国偷赛车找朋友。伊向员警表示是第一摆赛车，迄时阵紧张搁狂神。警方也发现伊伫冲浪进前已经驶上路10分钟。在东湖的亲戚家取得钥匙之后，是前往汐止的停车场取车。那从汐止的停车场再开回东湖地区。我们推算这个行车过程大概在10分钟左右。涉案的少年读高职产品建构班1年。
经过警方询问了后，会被移送少年法庭，也通知车主，也就是阿公教函，不排除也砍下刑责。新报告表示反2点回应，根据校方汇报，少年伫学校表现正常，无迟到早退，也看管系队中，无照教唆学生干部加强辅导。我们去辅导之后，会发现这些孩子他其实真的是无知他真的是不知道，就是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的后续的对于其他人的损害或者法律上面的一个效果。驾驶教育或者这种交通教育是不是也可以早一点教他？不会说哎呀我很好奇，结果我好奇乱来，反而像这样子闹出这是3条人命。最近5年交通事故的数据，牵涉无照驾驶每年占4万件以上，伤亡有7万人。专家点出，为家庭甲学校拢该加强教育甲法治观念。监管基金会也建议，有关无照驾驶应该受罚加重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根据这交通部统计，今年1月到7月，这大架车祸当中造成超过200人死亡。今政府有咧推动公车、甲游览车、货车，伫咧路口若要越，都要先停一下，分2界，确定无人才去越。有业者是表示，针对政府要求，拢会加强训练。不过，即马上大的问题是欠司机。大车经过斑马线爱慢看停，另外驾驶以机车卡人手举起来的同时，念出考卷，确定各方向拢无人无车了后，才会当继续驶。左边没人，右边没人。今年1到7月，大车交通事故造成241死，比去年同期提升。为了进一步提升驾驶人安全意识，公路局推出大型车辆路口停让甲行车时卡人宣导影片，要求大车业者爱落实管理，而且藉由业者示范正确停等的动作。就怕还是有同仁没有注意，不小心，所以我们现在也派了第2线的同仁到路口去站岗不管是明哨或暗哨。业者表示，若高速环无落实停等会调回训练，澳洲公司会透过监视影像告客人，也呼吁滴伫大车后壁轿车驾驶，同齐练游行前唔通吹喇叭。9月份，发生东海大学女学生行伫斑马线刷红灯时不幸事故，台中市政府也派代表出席路口停让助力宣示。政府表示，事故了后，除了调回所有的大客车驾驶人培训，也进行优化路口等多项措施。过去我们都已有在稽查了，那这一部分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也跟警察局、跟公路局的监理所，大家也在联合在做加强。透过让司机员们大家更仔细的落实所有的指差确认的动作，还有就是我们的辅助系统该看的要看的。2030年，我们希望整体的事故跟所有的这个行人的伤亡数能够减50%。公路局表示，最近已经完成瓦斯清经处公司查核，甲1097帮处的路口客车，希望透过继续宣导，避免大车事故。不过业者也讲，若大车驾驶继续严重欠工，对业者管理也是一大压力，因为表现不好的驾驶可能伫原公司方开除了后，到其他公司服务，不良的驾驶行为若无改善，有碍的是安全的隐忧。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中国正经发动联合来检2024比演习，引起国际批评。咱总统赖清德早起和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甲国防部长顾立雄去到桃园的海军海防机动中队勉励海军发加菜金。咱来看早起上新的画面。是主播总统今日来到桃园海军海防机动中队来视察，会使看到这离咱较近的这台是兄弟飞弹发射车，较远迄台是雄三飞弹发射车。总统今日特别伫这飞弹发射车头前，甲官兵做伙来翕相，也有话话。机动二中队，加油！总统嘛颁发着加菜金予这官兵，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伫10时的时阵，伫台湾附近来进行着差不多13点钟的联合利剑2024比的演习，对海空方面对台湾来施加军事压力。那国军也有海巡嘛进行联合任务来应对，所以总统今日来慰勉官兵。不过，昨有立委讲，中国媒体报道有指出台湾的雄风飞弹机动发射车部署的位置，国防部长顾立雄
容是强调国军会进一步强化应对措施，确保敌军无法度掌握咱的机动部队到底伫倒位。另外，执行守护台湾抗疫重要任务的空军，伫即摆中国演习嘛出动战机、防空部队这兵力全面戒备。总统嘛有到空军作战指挥部来视察，另外嘛到淡水去慰问即摆任务，主要应对中国海警的海巡官兵。感谢大家团结做伙来维护台湾的主权。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形，将镜头交转去给主播。搁再来是讲到咱台湾伫咧国际上搁再受到打压，有风声讲南非是要求咱台湾的代表处10月底之前，都要迁出因的首都普利托利亚。外交部长林佳龙已经指示会有相关的犯罪手段，嘛拍算叫南非伫咧台湾的办事处迁离开台北市，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伫中非论坛宣示全面提悬中非关系，也甲南非发表联合声明，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国防部加大对台施压，传出南非外交部威胁过咱的主管，要求10月底进行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报告约翰尼斯堡，甚至咱主管7次举行国庆酒会时阵发电邮通知迁馆，强调无协商的空间。目前外交部仍持续进行最大努力，但如果南非政府最终仍然执意屈从中国、改变现状、伤害台菲两国情谊，外交部也将基于对等原则，研拟所有可能的对应方案。传出外交部建议，对定要求南非驻台办事处迁出台北市，严审南非签证申请，暂停提供教育交流资源，减少南非籍英语教师数量。南非1998年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咱甲南非断交，佮停止对南非经济建设援助。不过中国长期由非洲国家，目的也是咧甲欧美相抗衡。学者分析，南非要求迁馆事件甲中国伫背后策动有关系。中方伫政治外交层面对台施压，日头上强是夺取邦交国，过来就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这是南非要求我们撤款1000%呢，是中国大陆在幕后怂恿的。这南非为什么那么的斩钉截铁，态度那么的强硬？当然也跟这个中国给他承诺一些协助一些这个援助不无关系。北京还是非常善用了他手中对台湾施压的工具箱，包括像军事或者像政治外交，以及像是经贸这个领域里面，它可以对台适用的工具。那南非过去奈及利亚也捌因为中国因素打压咱驻内国代表处，那要求改名迁出首都阿布加，减少派驻人员，佮派武警封锁代表处，强制咱的驻内代表限期离境。学者表示，被要求迁馆改名，虽然政治效应无强，已经是中国惯用手法，政府爱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昨发说会财务报告出来，讲的大谈对未来发展乐观，带动美国昨台积电 ADR 就起码10%。透早开盘嘛是受到台积电的带动，上悬有起到23713点，一起超过600点，最后收盘回滚，转来到23487点，一起433点。台积电是起到1085块，创新高。讲到这台积电今日开盘是直接起60块，上悬起到1700块。不过另外一方面，大立光因为订单大量减少，早盘是落尾将近10%。分析师是表示，今年到明年，台湾多数企业有股拢会赚钱，佮加上美国开始咧降息，资金有入来，这台股可能就会继续起。这台积电的发说会表现好，董事长魏铁家嘛挂保证，讲台积电今年伫咧CoWoS先进封装基地产能已经提悬超过2倍，有关也是无法度应付市场的需求，嘛讲对未来 AI 发展真有信心，台积电的经营真稳定，卖继续赚钱。17台积电股价震动，冰乌收伫1035块80块。不过，煞无互投资人失去信心，因为台积电发说会公布第三季的财报，合并营收是低票7596亿9千万，年增39%；税后利润大约低票3252亿6千万，一个月利润低票12.54块，上升年增54.2%。也拿未来5年的营运，台积电董事长甲总裁魏德嘉保证真健康，也看好 AI 需求。
My judgment is real. Our real experience. We have using the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our fab and R&D operations. By using AI, we are able to create more value. 韦德加伫发说会讲海外布局的进度，美国的晶圆厂会伫明年顶半年开始量产，采用4奈米的技术，良率非常悬。日本厂受到当地政府大力的支持，有信心伫新本厂提供和台湾厂同款的制造品质。欧洲厂会伫2027年量产，只是客户对 CoWoS 先进封装的需求大大加过供应，当时才会当满足客户的需求。台积电也做出回应。 Customers' demand far exceed our ability to supply. So even we work very hard and increase the capacity by about more than twice, more than 2 times as this year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and probably a double again, but still not enough. 很有可能到2027年之前，其实台积电在整个后段封装的产能的部分，依然还是非常的紧俏，甚至是供不应求。韦德加表示，对台积电来讲，伫台湾设厂需要土地、水、甲电，有和政府密切沟通。因若敢是要用核电或者是其他的力量，佫无法度对外说明，毋过有得到政府的保证，会满足台积电伫水、甲电顶面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的消息，明年度这中央的总预算案审查，今仔日是第5届去拿甲被动落来。其中有一条有关原住民禁错树的补偿，去国民党顶讲根本就并无够。这行政院长杜永泰是解说讲，因为顾虑到国家的财政，这预算会阁渐渐增加。嘛讲这总预算案若阁未过关，会考虑来申请释宪。 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蔡义瑜打出透早3点伫立法院议场正门，听到以下伫排队的相片，成功透早伫7点抢到头香。甲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列入议程，希望会当过关。伫议会进行时阵，捌因为无人提出其他意见，差一点直接复位。立法院长韩国瑜第4届询问国民党的立委，才慢慢到位。有无异议？针对总预算有异议？没有异议。 增列总预算要有异议，有异议。朝野进入表决大战，各人伫议场内摕手板画口号，啥嘛无相让。毋过南北党团人数的优势，赞成49票，反对58票。民进党团提议扣人封杀，重视总预算案第5届卡关。 从来没有在第5次的院会还没有办法排入议程。审预算是立委的职责，不审预算继续挡预算就是立委的渎职。只要行政院依法编列相关我们进法补偿条例的预算，相关的争议就会落幕。所以我们期待行政院期待民进党在下个礼拜。 会给我们具体的一个善意的回应。下卡关主要也是伫个原住民禁法补偿预算，行政院长杜英泰先伫面册大文指出，面对朝野的对立，爱思考是不是依法申请释宪，请宪法法庭做出公正的判决。行政院的立场跟我们的原则，事实上只有一项，就是未来我不希望，也不可以违反宪政原理，违反宪法的规定。 违反预算法的规定，那么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之后，那么提出更多的方式来取得朝野之间更高的共识。杜永泰比孙前受访，搁再表示，立法院袂使增加预算支出，较早案例是经过2院合议，才照法律来执行。 搁在声明原则，就是袂使以违法违宪的程序要求行政院编列任何预算，破坏整体预算的完整性。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柯志杰进前接受媒体访问，有讲到国民党刷来可能向罢免的立委名单，那像是引起国民党支持者的不满。昨是接到一通恐吓电话，经追查是一个住台北53岁查甫人开的。 目前已经抓到人。53岁嫌犯，互人对台北市信义区带转去高雄凤山分局，因为伊涉嫌伫咧17下晡2点外，打电话去告立委柯志杰的服务处恐吓。科技侦查方式锁定同性犯嫌，涉嫌重大，
专案小组随即持机票北上，至于今17日20时许在台北市信义区将彭贤查缉到案。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讲是对政治局势不满，才会打电话去到服务处搅乱。不过，立委的办公室表示，对方有讲到莫卡袂到就发起罢免，甲国民党的支持者会真不满，这寡言语，互因质疑这个查甫人是受到煽动。我们一致谴责暴力，这个真的是不好的行为。那我们也希望说，台湾能够恢复比较理性的状态以后不要再有这样子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发生。在处理很多的陈情，其实都是秉持着自己的可能专业或是良心，那也不宜说把这样子的事件导向太过的政治案件啦，也会让人民或者说让大家民心有点恐慌。明年2月，这届立委就做满一档，外界认为可能会出现袂少罢免的行动。有真侪立委，包括国民党甲民进党的立委，拢已经互人点名，甚至开始有联署的动作。不过，各党派政治人物拢是打共同的立场，认为无应该将罢免当作是政治攻防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中部的科学园区即马当咧做2期的分化工程，拜二讲有一个越南移工咧拆房膜的时，意外去互地死。怎啊调查发现讲，除了这个死亡的移工，其他还有2个因共乡的，这签证拢已经过期啊，非法搁留伫咧台湾。目前已经下令停工等待调查。工地打暂停作业的公告，因应台积电新厂进驻中科2期。中科管理局即阵伫台中市大雅区科雅5路甲科雅西路口的工地进行配水池甲送水管工程。15下晡4点半左右，3个越南籍临时工咧拆房膜的时发生工案意外，其中51岁男性互房膜缀着胸坎送医急救，要是不幸过往。那当下他是有这个意识，那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啦，所以工区的这个管理人员，那就想说，那还是就近就是赶快把他送到这个医院去做这个治疗。不过很遗憾的就是，经过不久的时间，他就往生。中科管理局表示，死亡的越南籍男性迄时无明显的空喙，而且意识清楚，就无随叫救护车。不过台中营总表示，男性到病院进前已经乌卡，经过检查，胸坎哪像有地着甲乌青的伤，急救无效。3个越南籍临时工是包厢请的，调查发现拢是签证过期的非法移工。另外2个人事故了已经走去。中科管理局承认监工单位稽查无查到，目前会和保二总队甲检方共同调查，理清行政甲刑事责任。没有符合标准作业程序的部分，那他应该一些防范的这些机制设施是不是足够？我想主要是这一块合法的这个作业的劳工来讲，跟这个事件的关联性，这个是不是还有待厘清呢？工地主任拒绝回应，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表示，死亡的越南籍男性是伫2018年提关公签证入境，另外2个人入境身份还在查。中科管理局强调，外包厂商目前还在申请合法移工，管理局逐礼拜拢会抽验工人的身份，后续会检讨稽查机制。也若市府下令工区停工，伫确实改善而且调查结束进前，拢袂使复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有袂少人拢咧怨恨讲伊的薪水真低，劳动部是表示，若是按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标准，伫咧咱台湾，若是领无到3万1的，应该就会当算是薪水低。这全国大概是有120万人是领到这款的。若是也若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伊打算后礼拜就来开会讨论，看要来安怎解决台湾薪水低问题。目前一直去台湾计薪水，加做少年人心中的痛，到底收入偌济算计薪水？劳动部长胡培山指出，依照经济合作甲发展组织 OECD 的定义，计薪水当中，比总薪水中位数1/3较低，就是计薪水。若照这标准，伫台湾，薪水比3万1较低，就是计薪水。推估全台差不多120万人，薪水是比3万1较低，是毋是正做政府真正的计薪水引起讨论？行政长杜英泰讲，17召开的经济发展委员会第2摆会议，各方对薪水的算法的看法也无共识。国际间对于用经常性薪资或者是总薪资的中位数来计算，在这个部分，在昨天讨论当中还没有
共识，我要求的是，昨天的议题是如何要提升薪资，是提升的方法，而不是这些讨论的方式。行政强调重点是推出提悬薪水的方法，相信下礼拜会阁开经发会，提悬薪水讨论具体方法。今日经行业者分析，台湾就业市场薪水行情确实是出现关键失衡，亲像外销型的电子业、半导体业，薪水是正涨，比类似型产业因为提供服务正共款，竞争激烈，无明显获利。地数相对薪水都较低，像餐饮、修旅业啊、量贩业啦，以及这个文教业、补教业这些，其实它的薪资结构是比外销导向的这些科技业制造来的低哦。主要原因还是就是说，可能企业这个开的家数比较多，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其实获利的状况并没有明显的高一些哦。政府不应该一直去补助这些企业，让它去享受这些低的成本，政府帮我成本压低一点，那虽然我的产品品质没那么好，我的利润比较低，但是我整个加起来，我其实还是有利可图。问题是这样的厂商，他有没有能力去付出高的薪水去雇佣员工？没有办法嘛。经济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停止补贴企业和厂商升级转型，提升竞争力，负担应该有的成本，应创造更较悬的获利，加薪生态员工。未来政府若明确定期出加薪水，互有能力劳工应选择去别的公司，互企业应警觉，爱提供一定的薪水留住人才，也是正向的循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争线上新的消息。以色列是宣布讲已经甲哈马斯的领袖辛瓦甲炸死。美国总统拜登嘛表示，希望伫哈马斯的领袖死亡了后，这战争会当收煞。人质卖当平安互放出来。以色列军方发布一段无人机翕的影片，表示这是伫加沙走廊南部都市拉法特尔苏丹地区作战的生活做着击杀进程最后一刻。画面当中受伤的这名分子用无人机拼物件。מדינת ישראל סגרה היום חשבון ארוך שנים עם יחיא סנוואר, רוצח ומחבל שפל. 以色列街路有人咧庆祝，总理纳坦雅胡表示，以色列伫加沙行动意愿会继续一直到守护经济转来。美国总统拜登希望辛华死亡，因为经济开一条转去的路。咧竞选的副总统贺锦丽讲，这是结束战争的机会。相关的消息也已经伫阿拉伯世界传开。هذه مقاومة لا تزول بزوال الرجال واغتيال السنوار لن يفضي إلى توقف. حيخرج واحد بعد يحيى السنوار. 巴勒斯一名组织哈马斯领袖辛华是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7月前，造成差不多1200人死亡，各掠走数百个人质。过去1年外，以色列展开报复对加沙是一直轰炸，前后消灭哈马斯真济高官将领，也强迫加做无差别击杀。加沙无辜的百姓超过42000人也对了死亡。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目前有11亿人生活散车，其中有超过一半拢是囡仔。尤其是去年2023年，是咱自二战以来全世界战争上济一年。那国家是拄好当咧烧战，这散车状况是更加严重。以哈战火无停，受冲击上严重的就是平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10日发布年度多元散车指数，报告内容指出，战争国家的散车率比其他国家高出3倍。去年是二战以来全球发生上济冲突的一年，全球有11亿人生活在严重散车之中，其中4.55亿人生活在冲突的乌影之下。年度多元散车指数是2010年起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甲古今散车参定类发展长期。当年收集来自112个国家，总数达到63亿人口的资料，佮采用欠协同大棚、卫生条件、电力、主价燃料、营养甲出化率等指标进行评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需要加紧行动支持这国人。对于生活在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散车人口来讲，处理基本需求的滚涨是一场更较艰难、更较绝望的战斗。报告也显示，大约有5.84亿阿未满18岁人口，当处理极端散车占全球囡仔总数27.9%，成人是占13.5%。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散车程度也悬出真济。
根据乌普萨拉冲突资料计划数据显示，伫战争国家有超过1/3的散车人口，无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是只有10.9%。2022到23年，阿富汗全国有约2/3人口处伫散车状态。另外，印度是散车人口上侪国家，伫14亿人口中有2.34亿人。其次是巴基斯坦、伊索比亚、奈及利亚甲公国民主共和国，这5个国家都占11亿散车人口约半数。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南韩2022年梨泰院的万圣节意外，人打人造成900人死亡。前首尔的警察厅厅长金光浩去检方起诉，反映昨昏甲判无罪，理由是证据不足。罹难者家属表示，这个判决结果根本是欺骗世人，要求这检方来继续上诉。画面中嘅红色的裤带，前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光浩，17日判决结果出来了后，行出法庭。在庭前警力严密戒备之下，真不简单为真济采访记者当中客上车，煞搁拄到真生气搁悲痛的罹难者家属，逃伫车道想要阻止离开，大批执法人员将家属团团包围，搁是苦劝，搁是救人，真不简单，才清楚通道，让金光浩离开。 자리가 멀어서 수천 건의 신고가 들어오는데도 몰라도 된다고 합니다. 아이들이 계속해서 112 신고를 하고 있는데도 출동하지 않아도 무죄라고 합니다. 어떻게 이런 일이 있을 수 있는 것입니까? 사법부는 이제 부끄러움을 아십시오. 金光浩因为涉嫌逮捕执政，亲像无派遣警力为大型人群集会可能有安全风险做好准备，互检方以劫富过失致死的罪名起诉，求处5年徒刑。是梨泰院万圣节惨案被起诉最高层级的官员。首尔西区地方法院法官认为，前警方的做法无符合大众期待，不过检方提供证据，无法度证明金光浩的逮捕致死或者是促成这个惨案，特别是为首尔警察厅甲龙山区警局提交报告甲简讯内容来看，金光浩无甲可能理解梨泰院现场有严重事故风险，爱采取预防措施。除了金光浩以外，案发迄时阵值班各界警官刘美珍、警备应变组组长郑大经，迄天也判无罪释放。罹难者家属协会副理事长李正民表示，家己亲像是看一场笑亏底局，毋是公正的审判。有问题，毋过无人犯错是啥物意思呢？强调继续奋斗落去，一直到所应该负责人，包含金光浩在内，全部都应该遭受应该有的处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转来看国内，伫咧宜兰市有一间中山国小创校已经超过100年。台湾文化协会创办人蒋渭水就是对这毕业的。昨前立法院长这尤锡坤就建议讲，应该甲改做渭水国小来甲纪念。总统赖清德嘛答应讲会讨论，不过校友会甲家长会是有无共的见解。 宜兰中山国小有129年的历史，民主先贤蒋渭水等人是校友。前立法院长尤锡坤17日司法院建议讲，中山国小应该改名做渭水国小，把台湾人民的民主基地找到转来。总统赖清德嘛表示赞同。中山国小应该改做这个渭水国小，是按这意思吼。这未来我会请教育部文化部和咱宜兰县政府。 大家都同来讨论。赖清德表示，会请教育部、文化部甲宜兰县区建议中山国小改名，不过后来意见无同，有的人支持改名，有的人却认为凊彩改名会伤害校友对学校的感情。这件事情呢，事之体大，我是觉得说要从长计议。那当然也要尊重我们校友会跟全体师生的这些意见跟看法。 来到中山国小，确实会当看到袂少蒋渭水的介绍。学校讲这是蒋渭水文化基金会补助的，学校嘛甲蒋渭水的人生故事列入去校定课程内底。不过改名的议题要搁爱斟酌研究。我们先与学校这边充分沟通，聆听意见。官府表示，依照法规，学校改名需要先经过校务会议讨论了后，报请官府甲教育部审议。目前改名案要搁爱斟酌研究，会甲学校充分沟通，听各种意见。记者林敬伦，宜兰报道。
那讲到这汤圆的市民卡，对2015年到今已经发超过196万张出去。不过有民代就批评讲，有的民众是一个人就摕几啊张，这数字根本就是灌水好看尔。内底讲有3700间的店家摕卡片嘛有犹太嘛无影遐济。市政府是表示，按照年底进前会出第2版的市民卡加 App， 手机咧用，这用起来就会愈方便。汤圆市民卡2015年发行到即马超过196万张，发行量是全台第一。张先正市长上任了后进行更新，有计年底进前推出 App 2.0版本，佮加3700外间商店签约，提供加啉爽优惠。不过合作店家表示，其实真少民众会使用市民卡来消费。那你有用市民卡吗？有啊。那你知道它有很多的优惠吗？有。会使用吗？多多少少会啦。没有刻意说想要说去找比较有优惠的地方才去消费，就比如说这家店有优惠，然后我就一定会来这一家买，我比较不会这样子找。对，就是以购物方便为主。也有议员质疑，汤圆市民卡分一般、敬老、爱心、一生好运、学生、儿童优待卡等，不少人同时有2张以上，根本就是咧洗卡冲发行量，呼吁重新整合，立法会回应。无洗卡依规定合法，受法规限制，各类市民卡暂时无法度合并。也毋过未来透过数位码规划绑定实体卡，会当达到多卡合一整合目的。用数位账号的方式来绑定这些对应的卡片，未来只要用这个数位码的一些数位账号，我们就可以分别来查这些对应卡片里面的储值金啊，或者它里面已经使用的这个点数。立法会表示，目前透过网页版数位码，民众会当骑马照册，享有特约商店优惠。有计年底之前也会推出 App 版，提供除值金、碳卡价查询、电子支付、行动缴费、活动平台甲点钟关1点等功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高雄的高山山路，伫咧正前凯美丰泰甲三得利丰泰时，拢因为落大雨来淹水。最近佫去有民众反映讲，这附近路边的排水沟真久拢无清啊。是到这雨若过来，恐惊水佫下袂离。环保局是表示会佫过来清。路边一站绿色植物斟酌看山，毋是草啊，是树冠。民众向市议员反映，高雄高山山路甲五凤路交叉路口附近的排水沟，因为长期无清，生出真侪细丛树啊。相关的一丛大约2.1公尺，表示已经生有一段时间，这会影响排水功能。低海拔树啊，伊有生一种籽啊，鸟啊足爱食，食鸟啊就四界放。帮啦，如果有等的那个条件，它就会长。都没有来清才会长，假如清的话，它就把它砍掉了嘛。环保局接到通报，17暗时赶紧清理，18透早过来现场清水沟，因为路口附近地势较悬，较袂淹水。多数居民无啥要紧，但嘛有居民表示，路口周边地势较低的所在，今年2摆风台拢淹了真惨，认为市府伫风台进前就应该先清理。气象报出来风台入来啊！首先就是爱做准备啊啦，大家都是先未过山啦，因为因为过山这样有够严重的呢。环保局原则上每年各区完成巡检清疏1次，针对易淹水地区增加清疏频率。该处接获通报后，除立即派员清疏外，并将全面加强全市侧沟巡检。环保局表示，会全面加强水沟巡检，因为凯美甲山图的风台拢互高雄真侪路段严重积淹水。民代嘛呼吁市府扩大检查全市的排水系统，伫平常时维护的时阵，就先预防，以免天灾来的时阵变做市民的安全疑虑。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花莲县的环保产区清洗中心按算年底就要完工啊，不过即摆所传出讲，因到即马才要开始做可行性的评估。这议员就质疑讲，这是违反行政流程。嘛批评讲，即马在地店面甲单拢无惯使用这环保产区，这个生活中心到底是要做互谁看？这是花莲县政府用9000多万打造的环保产区清洗中心，建筑本体8月完工，即马内部当地进行广线排水机连接的设备施工，一定年底就会完工。不过可行性评估即马才做，引起议员的不满。花莲县政府这个
个施政倒着做，先做了，再来做一些研究，再来做一些可行性的评估啦。国家地动了后，发现餐饮业排斥，清洗收费是不是会搁调整？那做完工了后，无人愿意参加，是要安怎？到底有没有人使用？我等下到时候讲量能不足，荒废在那边并无人之管，会变财政上的恶性循环。一个走访县政府本来规划要统一清洗残区的东大门夜市啊，打商表示地动了后无观光客，300多个单位有30外个关客，出来的单位平常时啊嘛拢伫轮休，加入清洗意愿真低。我就没有碗，我怎么给你洗？怎么包月？现实的状况要怎么配合？我就没有东西要怎么洗？环保局解释，去年提出环保残区清洗中心的时阵，就做过评估，不过原计划是运用花东基金自营，即马改做委外办理，会当搁省钱，所以唔再搁再做可行性评估。到财政部提这个出餐，就是整个营运收支是不是会平衡？没有办法来操作，是针对这个来做可行性评估。环保局讲，地动了后，打商参与意愿甲介绍，原来纳入评估，报告预定年底完成了后，会公告招商45天。未来清洗范围已经无限东大门夜市、饭店、餐厅、做未来中心部队，无限餐具的规格，拢会使清洗。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地上顶礼拜才发现讲有人伫咧田边盗食啊，有900只野鸟死亡。母受告讲，昨暗时又搁发生类似案件。林保署台东分署强调讲，已经介入调查，嘛依照违反野保法，一定会追究责任。二期调走陆续8岁，暗过台东县的农田煞陆续传出有毒鸟的行为。17日，台东市郊区一个农田，后面将发现未少斑甲甲赤鸟死亡，附近阁留亲像有毒的赤鸭。因为地点属有林保署台东分署管理，台东分署接到通报，已经派人处理死鸟啊，阁带回好亲像有毒的赤鸭，要追查凶手。我们已经进行了清理，那相关的基证已经送化验，那行为人的部分目前已经在追查当中。顶礼拜台东地上嘛发生好亲像毒鸟的事件，造成上100只野鸟死亡。啊，毋过东部欠缺检验设备，这鸟啊食什么有毒的物质，啊，搁伫咧卫生中心化验中。保育人士特别呼吁消费者做伙用行动反制毒鸟啊。目前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会针对附近的农地的农民去做这个相关的宣导，请他们不要用毒饵来捕鸟。消费者应该要去注意，你买到的米到底有没有毒鸟这个状态，可以去跟你购买的那个米粮商或者是那一个地方问问看，他们到底有没有防堵毒鸟的这个机制。台东县农业处讲，赶鸟有真侪方法，啊，毋过袂使使用毒字。若是查到行为人，会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罚6个月至5年的有期徒刑，并科20万至100万以下罚金。呼吁农民一定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家海洋研究院7月时伫咧台南安平建设台湾的头一座离岸楼，即时的监测试验站，希望讲未来会当针对海边的暗楼建立一套警告机制，防止海边有人渡水死亡意外发生。海面看起来真恬静，城民众去海边啊耍水，也毋过看起来无啥风影的海面下底，其实嘛有真大的危机。市政府本来就无爱往落水，迄唔知影啊，我袂晓去落啦，啊但要人叫迄个落手吼，叫漂对平去啊。为着会当即时掌握互人号做海岸杀手的离岸的海影，国家海洋研究院甲台南市政府、生态近海水文中心等单位合作，透过海洋雷达、海岸摄影机监测离岸的海影。之前是每半个小时运作一次，所取得影像里面确实已经找到大概有超过100张有裂流特征的影像，而透过这些影像的辨识，我们后续还会再去导入一些相关的研究的技术。过去民众伫海域渡水，虽然因素真侪，也毋过以离岸的海影造成的渡水意外威胁是上大的。即马有即时的雷达影像会当掌握甲预警，透过通讯软体机器人来发布信息，能够把这样子的裂流资讯转化成可以提供给民众或是相关部门的巡守单位，让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提醒或是去劝导民众，还是要警告一下吧。怎么说？警戒一下。对，因为有些很多外地来的都不太知道。
目前以人工智慧技术正确判断离岸海影的能力已经来到82%以上，持续累积有效的影像建本了后，预计就当来到95%以上。台南市政府逐当6月至10月拢会办理水域活动安全巡查作业，即摆透过海洋监测结合 AI， 提供离岸海影警示的资讯，予游客甲巡逻人员有过，而且加强巡逻重点的分配。成果预计11月初9就当发表。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去年的统计，脑血管病是国人10大死因的第4名。就算讲人有救回来，嘛无可能完全复原。有医师就提醒，若是咱人常常引起的脑中风，差不多有4.5钟的黄金救援时间，那会赴上医，这复原的机会有关是真大。送花感谢医生温情，带婚姻土库生正的查甫人，今年8月伫朋友厝内泡茶开讲，常常话讲袂清楚，倒边骹手完全无力。朋友发现各样，赶紧叫救护车送北港妈祖病院。经过诊断是急性脑中风，病院随启动脑中风小组救治。伊在泡茶，拄好朋友算伊反应较紧啦，我咧讲话含糊，伊要困去安尼啊，讲话袂清，会甲叫救护车。我们把这个脑中风就脑血管起穿的这一块，我们洪承哲主任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个相当的一个训练，又开始执行这样的一个业务，让我们的脑中风的治疗能够更完整。啊，那台中一位老先生有高血压，煞无按时食药啊，平常时食食也较重口味。这月初一天进行了后，发觉无法度振动，厝内人赶紧将伊送病院检查，发现是脑中风。帮他做了一个电脑断层，那看到他的右侧的中大脑动脉这里，他的血管阻塞了，就是吃东西比较重口味啦，所以他都要有盐巴，要有够咸，他才会吃得下饭。那平常他有高血压，其实他没有固定在控制。这2位患者拢伫黄金4.5点钟内接受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尾啊复健后顺利出院，也恢复正常生活。医生呼吁民众，若发现脑中风症头，要伫黄金抢救期治疗，避免造成身体功能障碍，若严重甚至危害性命。记者王伟雄综合报道。咱即马台湾的老人人口是愈来愈多，教育部对2018年推动乐龄学习计划，目前全台湾已经有370间的乐龄中心，开办多元的课程，予在地时代甲长辈、活家老、学家老健康面对食老人生。今年已经陆续搁再举办新歌展览，咱做伙来看卖。这是成绩这档的客家大进步，这阿婆拢已经70外岁啊，不过伫台顶快乐自信的模样，就甲少年人同款青春。每年台湾都要进入超高龄社会，教育部表示，目前统计全台有370间乐龄中心，分布伫全国3000个村里，透过运动、手工艺、地方文化、资讯数位各种课程，来帮助时代活家老、学家老健康面对人生。在5大课程内底都有这宗教的信仰，他们需要的是心灵的成长，那我们就针对他们的经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王爷的信仰者。乐龄中心的老师也分享，透过综合性课程的设计，结合科技人文，让时代了解心理、营养、运动无同方面的知识，帮助因找到家己人生的主动权是上重要的。所以我整个课程其实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建立他自身的处方签，然后透过学习保留一套适合自己的饮食，包括运动，包括对疾病的看待，好好的面对下去。面对超高龄社会，除了老人人口变多，未来大家愈活愈久长，要安怎帮助时代面对人生的后半场？教育部也表示会对时代潮流行，往永续学习的方向去发展。记者张家艺、谢桂林台北报道。若是讲到艋舺甲红册，真侪人拢会想到日本甲韩国的。实际上，咱台湾伫咧这几年嘛有真侪精彩的作品，譬如讲有已经翻译做几啊国语言的《来自清水的囡仔》，搁有艋舺改编做电视剧的《新之乡》等等，拢真受欢迎。这总统府明仔载嘛要开办台湾的艋舺特展，邀请大众做伙来欣赏。
今礼拜也像是强调说，以台湾网家做主题，运用电工到赢得总统府，让大家看到无共时代的经典。文化部表示，台湾网家9年来面对日本、韩国等等的强势出口，但有关用咱的故事，伫当代开创出台湾网家第3波的黄金时代。文化部伫咧总统府特别规划台湾网家的特点，要让愈侪人看到台湾精彩的作品。特展到年底结束了后，明年开始，我哋换一个所在用差不多三个档次或这个档次轮流来继续讲咱台湾网家的故事，互咱所有来总统府参观的民众会当理解讲，这几年来咱台湾网家发生什么代志，但即嘛有什么款新的故事。文化部表示，特点收集这15年来19部台湾网家，比如用大球亭地业历史总地在的艺人地者，更有台南府城真出名查某鬼手娘，嘛有像新之乡在讲民俗信仰文化的故事。总统府秘书长朴明安表示，希望民众唔那是来亲近总统府，嘛通看到这几年来台湾网家的发展。早期的4宫格的漫画，一直到现在的新台漫呢，整个收集，我相信都是可以让大家回味童年，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任何的一个故事。我也因此特别买了一本基金哈。朴明安表示，展览拍算自10月19正式对外开放。原来文化部嘛补充讲，为着要继续支持台湾网家，也有创作者，后续会推出新台湾计划，互想要画网家的人有国家的支持。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咱台湾伫咧日本时代1921年10月17，有一群民主前辈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世界演讲、读报表演，注心提升台湾的社会文化。到今已经经过100多年啊！这文化部嘛，甲10月17定做台湾文化日。今年是以台湾雕铁国家黄土水做主题，举办音乐会，希望会当推动21世纪台湾新文化运动，提升现代台湾的文化自信。用台语歌声搭配乐团音乐，唱日本时代台湾雕刻家黄土水甲伊的牵手廖秋桂的感情。这场音乐会唔那通用听的，乐团背后的玻璃也当咧放映，以那像素描的手法呈现黄土水的一生。观众好像置身在他小时候生长的大稻埕，然后他去日本，然后一直到他死后，他的妻子非常辛苦地带他的作品回来，然后一直穿越到现在2024，就是这个作品，它其实正在他的母校日本东京展出，让观众了解黄土水的生命故事，还有艺术贡献。这场音乐会是今年台湾文化节的节目。1921年10月17，林献堂将为随这个有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启明台湾社会的文化。文化部甲当年10月17定做台湾文化日，要推动21世纪台湾新文化运动。我每一样文化活动，我都希望让它有一个新的表现。当然，文化就是生活了。你看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到底有没有文化，你不一定要看到它电影，也不一定要看到它的绘画，你看它生活就知道。文化部串联全国100多间博物馆，在10月17这天提供免费参观，希望呼应文化部长李万讲的，以新文化运动营造整体社会的文化。文化部讲，因也当咧透过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点状研究台湾的美术、音乐、文学等等艺术，提升民众对台湾文化的认同甲自信。记者林卓凯台北报道。因为气候的暖化的问题，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是警告讲，全球的山罗达已经拄到历史上上严重的白化事件，有8成的山罗达因为热衰竭变白，恐惊就要死亡。海水当中原本应该是5灰杂色的山乌达，正做单调白色，看开去规片拢是白茫茫的山乌达。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 NOAA 指出，全球山乌达面临上严重的白化事件。为自2003年1月以来，为大西洋甲太平洋、印度洋有77%的山乌达遭受白化程度的热衰竭。This is the biggest coral bleaching event on record. We've never had a coral bleaching event this big before in terms of, almost 80% of all the world's reefs have had heat stress in the last
year and 8 months essentially. 因为海洋暖化造成的热水间会互山河大排出沼气当中彩色藻类都发生白化现象。若无这藻类，山河大会变甲真白，较会受枵气甲疾病。啊，毋过毋是死亡，那海洋降温有机会恢复。啊，毋过科学家进前预测，全球温度升悬1.5度，有90%山河大会消失，而且温度升悬1.3度，都已经超过无法度恢复临界点。We're seeing these impacts much sooner and much more severely than we had anticipated, right? So, I would say 20 years ago, we would always think kind of like, well, 50 years down the road, that's when things are going to get really, really bad, but things are starting to get really, really bad right now. And, we are seeing really, really severe catastrophic impacts in certain locations from single bleaching events, unfortunately. 山河大白化会对海洋健康甲渔业、旅游业带来严重影响，而且全球成分也改变落后模式。一份由经合组织 OECD 制作的研究报告显示，每升温1度，大气当中地流水分类增加7%，引起枯化甲欠水危机。到2025年，欠水危机可能让经济成长下降至少8%，搁让全球一般的粮食供应面临风险。公司新闻陈伟真报道。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中部地区27度到33度，南部地区28度到34度。东部地区27度到31度，外岛地区25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吉安。咱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相会。阮万华会分3个所在是北、中、甲南。西门町、艋舺、加拉，所以艋舺有代表几个迄万。